即2摆的后壁迄摆对我有够买命，因为海英若像以早安尼杀我上陆地，嘛会使讲甲我摔起撞着一块石头，撞甲真厉害，害我失去意识，袂顶袂动。我起撞着的是伫胸坎，互我规个袂喘气。假使即时若阁有一个海鹰来，我定着倒死伫海底。加在伫海鹰过来进前，我已经小看较清楚，看我可能雨水淹着。我决定大力破完其中一块石头，阁尽量紧开，一直到鹰提起。但海鹰已经无像起初遐悬，因为已经较接近海岸。我某安然一直到鹰小路，倒阁起骹走到非常接近岸边。过来的鹰随猛又搁绕过我，已经无法度吞食我，甲我拖走。我阁继续安尼走，就已经来到陆地，互我大大的安慰。伫遮，我爬上岸边的山岩，坐伫草顶，已经无危险，海水无可能爬到遮。我担已经上岸，安全踏伫陆地。我抬头看天，感谢天公救我的命，因为几分钟进前，我险啊无活命的机会。但我相信，像我安尼会当为死亡逃命的人，对即种大欢喜是无法度表达的。我搭对咱英国的迄种风俗嘛会得理解，也就是做番地方按棍套锁仔套，抽完伫尾吊起来的时，下面装拄好到位。我理解是安怎迄时有一个外科医生对下面装来，伫宣布下面的时，随甲迄人放火。免得伊过头欢喜，灵魂走入身躯，害伊起笑。因为过头欢喜，和过头悲伤共款，拢会互人精神错乱。我伫岸顶行来行去，双手举悬悬，会使讲我规个人完全沉思伫即届的得救。我做出讲袂来的各种姿势甲动作，讲若伫怀念我所有已经隐世的同伴。除了我，因无人得救，因为后来我毋捌阁看到因，嘛无因的影子。除了3顶因的衣帽，1顶便无，阁有2骹无共相的鞋仔。我掠目睭看迄只靠搭的船，迄时海面的水泡真大，船又阁离岸遐远，我根本看袂到伊。我心肝安尼想：天啊，我哪有可能来到海岸啊？顾眼前的安稳，我先安踏家己，然后才阁开始看4箍链短，看我到底是伫啥款所在，阁来买创啥。即时，我安稳的感觉随消去。一句话，我规个落惊吓的心情，我规身湿糊糊，无啥通换，嘛无啥通食、通啉，我看无任何出路。除了要是也是互野兽拆食，搁较互我着惊的是，我无武器通拍啦，也是杀动物来治疗，也是来保护家己，莫互可能想要食我的任何其他动物的攻击。简单讲，我啥都无，简单有一支刀仔、一支薰吹，含一小盒的薰草，这个就是我的家伙。这互我心情有够歹。有一群我那小人安尼乱走乱逃。尾暗的时，我开始心情沉重，安尼想，即所在若有野兽，因定着会伫暗暝出来找猎物，我的命运会安怎啊？迄时我想会到的步数，就是爬去你边仔迄丛，看是冷杉，旺旺阁插插的树丛。我决定要伫树顶居一暝。伫遐思考明仔载要安怎死，因为我看袂出有活命的机会。我行入海岸long浴一窟窿窿，找看有井水通啉无。加在我有找着，互我真欢喜。啉水了，我摕一束仔薰草插喙伫腰，阁行转来树骹，爬上树，尽力甲家己安排套档，免得困去跌落来。我有先取一只树枝，用来保护家己。我安歇伫遐，因为实在有够忝头，我困甲真落眠。
我相信真少人伫我即款情形还困会去。我嘛发现，我比以前伫即款情形困了搁较饱，册来搁较有精神。